最近呢，就有一個香港老友記諮詢我，話佢手頭上大概有80萬左右嘅預算，就想喺中山買套改善型嘅大3房，平時呢就過嚟度假養生，到底應該點樣揀？好多朋友聽到呢度，可能第一反應就係我係咪一定要揀石岐老城或者東區 CBD？ 如果你嘅預算非常之充足，咁揀東區完全冇問題。但如果你嘅預算就喺80到100萬之間，咁就冇乜必要非要揀東區主城區啦。今日我想帶大家深度拆解一個被嚴重低估，無論你係習慣咗開港車自駕，定係依賴公共交通出行，都堪稱神仙板塊嘅區域，佢就係中山港口保利國際片區。喺進入到細節拆解之前呢，我就先俾港口保利片區落一個定義，佢係離主城極近嘅一個城北核心，一個已經實現咗全維度生活閉環嘅成熟片區。好多香港老友記返大灣區買樓最驚無非兩件事，第一就係驚買到概念盤或者碎城，買嗰陣呢圖紙就畫得好靚，結果住入去幾年啦，周圍連個似樣啲嘅菜市場都冇，買個早餐仲要揸車出去。第二就係驚買到太過偏遠嘅郊區同埋主城區完全脫節。咁港口保利片區完全就規避咗以上呢兩個痛點啦。呢度就唔係等待發展嘅期房概念區，而係入住即享成熟，大商圈、商公園、學校、醫院一應俱全。哪怕你1個月都唔去主城區，喺小區周邊嘅1公里範圍之內，生活、購物、娛樂、休閒全部都可以搞掂。呢個亦都係我所講嘅生活閉環。我哋先嚟睇下講下最關心嘅核心要素，交通。以前大家會以為呢度就係適合有車一族，但其實你實地考察咗之後，你會發現呢度嘅交通覆蓋非常全面，無論你係開車定唔開車都可以全線覆蓋。公共交通方面，對非自駕嘅朋友嚟講都非常之友好。片區裏面就設有永利嘅港澳直通巴士站點，呢一點非常之關鍵。香港朋友哪怕唔想排、唔開車或者平時唔中意開長途車嘅話，都非常之友好。對於屋企裏面有長者或者唔想舟車勞頓嘅朋友嚟講，往返香港同埋中山都非常之方便。另外，距離片區大概3公里左右就係中山城軌北站啦，搭乘軌道交通去廣州、珠海，甚至係其他地方都好方便。而中意自駕出行嘅話呢，從保利片區出嚟3-5分鐘左右就可以直接上中江高速，呢度亦都係深中通道嘅一個延長線。喺香港或者深圳寶安揸車翻過嚟，一落高速2-3分鐘就到你屋企門口啦。通達感非常之絲滑，隔離仲有3個快線南北貫穿翻中山。內聯交通方面，片區咧就鄰緊翻北外環，揸車去石岐老城區、東區 CBD 甚至石岐經濟總部區，都只不過係需要10到15分鐘左右嘅車程。第二點，我哋嚟睇一睇佢嘅一個居住睇盤同埋煙火氣。買房咧就最避忌孤零零1-2棟樓，完全都冇居住氛圍。港口保利片區咧就聚集咗保利國際廣場、海逸華庭等不下10個嘅大型社區，常住人口去到1.5萬到2萬戶。了解中山房產嘅朋友可能都知道西區嘅彩虹片區，嗰度咧就係中山公認居住氛圍極好嘅板塊。咁港口保利片區本質上面就係城北版嘅彩虹片區，但港口片區會比彩虹片區離高速口更加近，商業嘅集中度亦都會更加高。第3點就係佢嘅配套硬實力啦。我哋先嚟睇下呢一邊嘅商業配套，片區咧就自帶38萬方左右嘅保利廣場綜合體，裏面有電影院、風情商業街同埋5星級保利艾美酒店，隔離仲有紅星美凱龍同埋萬文匯。買餸、食飯、飲茶、睇電影、落街行幾步路就到啦。而生態方面嘅話呢，周邊有港口濕地公園同埋中山市濕地公園、雙公園環繞。對於退休嘅香港老友記嚟講，早上晨練空氣同埋環境都非常之舒適。
而教育資源方面，周邊有華神實驗中學同埋港口中心小學，優質嘅教育資源咧就決定咗呢個片區喺二手市場上面有堅實嘅本地剛需接盤能力。總結一下，如果你符合以下3類條件，咁港口保利片區就非常值得你納入考慮啦。第一就係全能出行型退休買家，無論係自己開港車定係依賴港澳直通巴城軌出行嘅香港朋友，呢度都可以無縫對接。第二，追求大空間，手入面有80到100萬左右嘅預算，希望住得闊落，但又唔想住郊區嘅朋友。第三就係務實生活型嘅買家，拒絕虛無縹緲嘅概念規劃，要求落樓就可以飲茶、行街、食飯，追求成熟嘅生活配套同埋煙火氣。買房咧就冇絕對完美嘅辦法，只有最適合你當下需求嘅方案。如果你預算就喺80到100萬之間，想喺中山揾一個生活成熟、往返香港極其便利嘅改善型大三房，咁港口保利片區就值得你親自過嚟實地睇一睇。我係 Josie， 如果呢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記得點讚訂閱我哋，下期再見。